为什么打架？说话！你爱讲冤家啦你？请坐。这位是刘建中的妈妈，这位是李麦克的妈妈，也是我们学校的家长会会长。他们两个在学校打架，依照规定，我把2位家长请来，一起查清楚这件事。所以我是想说，阮家伫教囡仔，自来拢爱因规规矩矩，绝对袂当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，做出这样无家教的代志。我拄则有讲过啊，是伊先甲我拍的。老建中啊，若是莫互先动手的，阿姨面会受伤。是伊先甲我的物件摕去的啊。你是共摕啥物件？教官啊，李太太，建中有动手就是唔对啦，阮较失礼啦，歹势啦。啊，沙跳房吼，看是要安怎赔，你才甲我讲啦，吼。建中妈妈啊，嘿，咱拢是做人老母的，拢足疼囝的啦。啊，我看会出来，你真拍拼咧做工课。你看你做甲规支手拢已经撩皮皮啊，毋过有当阵哦，囡仔就是好的毋学，佮爱掠代志，啊，拄则我是有听教官咧讲啊，讲你后生伫学校就无家教的，啊，伫外口嘛咧学人做农活呢。是啥无家教，啥来做龙麻？请问这位您是？我是建中的家教老师啊，这就是证据啦。建中啊，起来，免惊啦，大声讲出来，发生啥物代志？讲啊，唔讲嘛你讲哦。我甲你讲啦，小芬，凤凡，我足介意你的啦。啊，这礼拜考试若是考下你，敢会使做伙去看电影？金杯啊！大哥啦，哎，你等。新来的小芬，祖宗，你来跟我好好坐，你敢开始哦？那个真正的介意着你。哎呦，阿对，要到小想要食地瓜骨哦，成绩这歹，我想要拍阮小芬，你莫笑死人啊！摕啊！安怎？来摕啊！哈，走啊！收起来！你讲啊！你摕我物件嘞！冲啥？快小跑！小跑！快跑！你麦克收手人的真花，啥对啥唔对，还阁无够清楚吗？这位太太啊，莫叫领导有上势，讲啥物拢对呢？你麦克爱把遮久啊，大家啉掉咧无爱讲尔啦。今日若要记过吼，绝对袂是阮建中啦。这在我看来，因家家是咧滚耍笑嘛，啊，就算伤过头去啊。啊，毋过先共拍的人就是唔对。建中敢是收物件尔，伊敢有讲伊拍麦克？有，伊就是给我拍。完的啦，先来病院验伤，再来换伊讲啦。好啊，要过来过啊。好啊啦，老师，咱嘛唔对会失礼就好啊啦，剩的莫计较遐多啦。袂用记啦。啊，你徛边仔啦你！咱有动手就是唔对，你讲回失礼，较听嘴的啦。歹势啦。有啥物代志吼，就爱讲出来啊！唔能通像你妈安尼，拢藏伫身躯底，知无？失败啊！
你敢有照我讲的做？有啊，做一半啊，莫互都来乱啊。小芬跟我讲啥？有啊，无讲啥。无要紧啊。想我不像你讲的安尼啊，勇敢踏出第一步啊，就安尼啊。你敢有受伤？就照你讲的，你若是考赢，我请你食冰。无爱哦。爱，若是考输咧，以前食得顿啊，食到连可以讲。我不知啊，你老要讲，我有啦。就安尼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老师，真正像你讲的安尼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世界都无同款啊咧。安尼的话，佫真是当改变哦。拜日暗时8点，成功路上就伫个公视台语台。